111年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国中学生组先强编号1号齐翻成录音神意林百音演作落雨嘞落雨嘞看到太一点停电风对我扫过来，心肝都涨低嘅想，也曾以色彩就望很久那，望到准叫糟蹋，河坝凉塌，水库没见底嘞，望到连天内就避开来嘞，我正想爱老鼠存出屋檐下。瞄一下9件嘅意，望地无两下，木盐水就下降出，打到天内下，滴滴答答，太马鼓声提上来，讲也意唔会写哦，让做得打上台，我严是去浸水桶变到木盐下生意，想。等水涨冷嘅时节，和倒入水库囤起来，看做的唔是在个汗水么？看等水桶神嘅意进来进冷，我嘅心肝头就越来越欢喜，感觉有落太意很好拿，很安久嘞。万奈都走时时诶，有太医来解决缺水嘅问题，还有乜嘅比也较好嘅，我嘅心肝变到清淡，想一阵太医让位啦，系伊无落较久地位，落较多地位，老水库撑到爆爆，那系太阳光。3两下又弄定出来，佢就千無格殺咯。又唔知愛望伊望到幾時，好在屋檐水還係切切聲，水桶還係當當聲，1桶、2桶、3桶，水桶神嘅伊難咩又難，愛。就像人看到水库嘅水潑出來樣誒，實在很歡喜呐！過一陣誒，伊變色，屋檐水變做一點一點嘅天天誒跌落水桶度，我聽到篤篤篤嘅聲音，忽然間想起落雨嘅聲音聲。嘅戶外落太雨，屋度落細雨嘅時節，天內下擺定嘅盤頭白咧，本屋當跌下來嘅雨點打出滴滴篤篤嘅聲音，還會隨着落太雨變急，落細雨變慢。按部頭係衰到面床巷，用糖嘅，就啲腦部嘅雨落油結態。喺度到風彩意，掃掃滾，又聽到屋度滴滴篤篤嘅聲音聲，記住愛太少屋當唔知為什樣風雨沙立下來嘛，偏偏係聲音，讓啲屋檐下老屋度會有安泰嘅偵查咯。好在也下人睇啲低流屋，唔是在個看得到落太雨就少屋度愛生意嘛。天公還下恩利呐，連連沙沙又落嚟當久嘅雨，各地水庫嘅水位增加1度。照嚟講，大家較唔是驚冇水好用咧，唔過。我還係地油落雨，就會潛通嘅變到屋檐下生意，想愛留下地位水
来用，听见个滴滴嘟嘟的声音，我嘅心肝肚无半点受力，煞有一种荡满足嘅感觉。